你聽過牛市，但唔係清楚牛市其實有唔同嘅階段㗎。等我同你解釋一下。牛一係市場初步回升，價格開始回升，投資者嘅情緒逐步樂觀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投資者應該留意唔同嘅指標咧，例如 RSI 同移動平均線啦。當指標顯示出市場有回升潛力時候，大家對市場逐步有信心，開始進行長期投資啦。牛二係市場進一步回升，價格穩定上升，投資者嘅情緒越嚟越高漲。呢個階段唔單止指標持續顯示市場走強，市場新聞同埋各種經濟報告開始發出樂觀嘅聲音，更多投資者紛紛入市，推動市場持續增長。牛三就係市場大幅上升，價格達到新高，投資者情緒處於高潮。呢個時候，大家對市場充滿極大信心，資金流入市場。傳媒報道開始將市場描述為牛市，股價飆升至非理性水平，投資者爭相入市，可能形成泡沫。了解牛市嘅不同階段，幫助你識別未來嘅價值。記得 follow 我，記得訂閱賺錢零距離，唔好錯過更多財富秘訣。